歡迎收睇廣東麻雀頻道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嚟跟個無番紅中變，一共3鋪。呢場就係天胡4紅中嗰場啊，毫無疑問做咗大贏家。OK， 先睇第一鋪，起手已經3個紅中。有呼叫啦，叫3、4、6、7索，仲有7萬8筒。唔係我打錯，係啲牌嚟錯。二索快啲返嚟啦！呢度冇轉拖童子。已經食糊啦，但係咁多紅中冇理由唔衝翻倍㗎。係啊，成日打一次咋，唔打陣就冇機會啦。呢度都係冇轉拖6筒，我仲喺度等我嘅索子返屋企啊！冇嚟啲啊！好啦，我錯啦，啲索子嬲我啦，佢唔嚟啦。你試估個站好牌？好生氣啊！當我打到嗰日會嚟索子度。果然都係啲童子對我好。中5個，翻倍之後每加12分。第二鋪。依家等碰個叫胡。冇中入嚟啊！冇咯，烏頭有呼叫，1到4筒仲有6萬都可以食。我求佢獎啊！我放幾錢咧？即係我話明個乜嚟嘅？就你嚟擺嘅啫嘛。你自己整㗎？唔係，你自己整。我用嘢你整。你咪攞嘛！我陣你求緊啊！上家飛紅中啦，即刻截胡。唔使緊張。中9個，快出嚟到第3鋪。唔俾二保批。主打一個想要咩就放咩喺度玄學一下。係冇到你幾錢？我係咪單二紅9萬錢？我的天啊！冇嚟，我打去死！精準入卡窿啊！叫胡。唔打俾你就冇牌打咯，一定打㗎嘛。又係上家飛紅中，但係呢鋪我冇紅中啊，有啲難度。上家話佢又叫6、9筒喎，佢上一鋪飛紅中都係叫6、9筒。我的天咁就同上家一齊求9筒啦，睇下花落誰家。好彩唔係7筒嚟㗎。9筒嚟我度，正啊！位18分，點讚接好運啦！